你，你不能这样，父王！闪开！父王，您面前站的不仅仅是前来赔罪的特使，也不仅仅是一个亲王，而是拥有众多臣民的中国。他们正在密切地观望着我们整个的世界。我大德意志帝国从不把自己的命运挂在别人的嘴上，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作为杀害我公使的罪国特使，他必须下跪对我进行朝拜。你，孩子，快闪开！父王，如果您要的只是别人对您的跪拜，那很容易嘛，只要让人把他腿弄弯，就可以做到。但是真正的崇拜应该是发自内心的。如果我们用威逼和强迫来得到它，那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陛下，王后陛下，好个忤逆之子！你不配做大德意志帝国的太子。父王，陛下，敢于向大德意志帝国挑战的人，只能用一个杀字来回答他们。你胆敢替敌人说话，背叛我，背叛我的国家，我就要杀你！父王，既然你对国家和一国之君的威严如此的看重，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尊严呢？父王，孩儿不愿意因为帝国的所作所为而被世人鄙视和唾骂。如果父王认为我这是忤逆和背叛，那就请父王治罪于我吧。慢！中国有句俗话：“人凭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。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。”王子殿下，请受本王一拜。要杀，我来顶正。他说他们中国有一句俗话，叫做“人凭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，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”。他非常的崇拜王子殿下，所以他就给王子殿下下拜了。他说要杀就杀他一个。陛下，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初衷。慢！中国还有句俗话：“虎毒不食子。”你不必为了你不喜欢的中国人而伤害自己的亲生骨肉。他说中国还有句俗话叫做“虎毒不食子”，您不必为了您不喜欢的中国人而伤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如果杨皇上非要见血才能出这口气，那就请您让人先把我给制服了。要怎么办，随你们的便，否则得按我们的规矩办。他请您先让人把他制服了，然后怎么办就随你的便，否则就按他们的规矩办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陛下，这个女人她身上有中国功夫。我不相信什么中国功夫。哼，义和团不是刀枪不入吗？让皇家卫士来满足他的要求。明白了，陛下。王爷，可别让虎姑娘再惹出大祸来。哎，怕什么？出了事儿，我们公俩扛着。哎，咱们见好就收，千万别见了怂人撸不住火，特别是那绝招，可别在这儿使出来。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王爷，别让人看见你跟下三滥似的，挺起精神来。啊。
备点。已经甩不出去了，这是中国的功夫，千斤坠。上，再上。这也是中国有名的功夫，是用内功练出来的。虎姑娘，枪！哦，王爷，好，免。中国的功夫真神奇。就是他说中国的功夫真神奇。尊敬的陛下，我看这件事情可以了结了。特使阁下，陛下有话要对你说。他说陛下有话对您说。中国特使载沣拜见皇帝陛下，并请赐教。对于中国杀害我大德意志帝国公使一事，我们有理由不予容忍和出兵中国给予还击。对于中国杀害他们大德意志帝国公使一事，他们有理由要出兵的。你作为特使，不肯屈膝跪拜，却能誓守痛惜，为太子及皇家王储所宽容，所以本德意志帝国皇帝决定接受中国的惋惜和谢罪。但是你回去必须转告中国朝廷，他们要接受中国的惋惜和谢罪，但是必须回去转告中国的朝廷。同时绝不允许再有类似事件发生。绝不允许再有类似事件发生。请王爷快俯首称是。啊，合着理儿都成他的了。王爷，这不是讲理的地方。是，我把这话带回去。